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1日，诗篇71篇19节安尼讲：上帝啊，你的公义悬到诸天。上帝啊，你有惊伟大的事，啥人会当甲你比？三甲来祈祷，公义悬到诸天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坚固的石磐，你是保护阮的盾牌，你是阮活命的拯救甲帮助。主啊，你用全能的圣手，甲天开的翅来保护阮。主啊，你有大能力，有公平，充满公义，无要苦楚人。主啊，今仔敬畏你，遵循你的命令甲教示的，你要赐福予因，也应允时刻要甲因相共伫地。主啊，世间人常常照家己的意思来行，总是阮要遵循你的心意，行伫你所欢喜的路。主啊，你的公义悬到诸天。主啊，你有件伟大的事，啥人会当甲你比？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